地氈有幾污糟，應該自己洗定揾人洗？自己洗有乜問題？今日咧就會同你講講。你有冇諗過公司地氈有幾耐冇洗，同埋有幾咁污糟？喺顯微鏡下咧就會發現啦，細菌量咧比廁所板高400倍，每平方尺藏過萬隻嘅塵蟎。平時咧唔小心跌落地下嘅嘢食，同埋深層嘅纖維積聚霉菌，根本冇人清潔。塵蟎同虱會引發鼻敏感、哮喘，影響員工健康。員工咧變得容易病咗，工作效率亦都會下降。自己清潔只可以清除表面灰塵，深層嘅咖啡漬、油墨、霉菌依然殘留。如果想徹底清潔，就要揾清潔公司。清潔公司會提供高溫蒸汽同埋深層抽洗，溶解黏喺地氈底部嘅油污，亦都有特製嘅香味清潔劑，有效殺死99%細菌。另外，清潔公司會為你定期進行地氈深層清潔，維持地氈衛生，減少突發成本，確保環境形象滿分。記住啦，一張乾淨嘅地氈就係健康辦公嘅第一步。想知更多就要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啦。